主耶稣，求你。
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，应当是回应你的爱的开始。起初时，自己或许是时时刻刻认认真真的寻求你、呼求你，为你来服侍，因为我得到你的恩赐。然而，在什么时候我困，我因着路的不平，或者对你的注目给打了折扣，而不再全心的来跟随你，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我的关系与你的关系到底紧不紧密了，我们的紧密程度到哪了？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破裂时，你却还是引导教导我们要与人和好，修善关系。你的慈爱，你的不离弃，使我们知道，我们再次知道，你从来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。主啊，谢谢你无比的爱，无差别的爱，爱着我们。愿我们再次更新自己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忘与你亲近。感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